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7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郝雄珠。先开始来关心香港版的国安法所成立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昨昏伫香港头一摆开会。香港政府伫昨晚发出新闻稿，表示讲实施的细节伫今仔日就要生效，会提供国安警察7大权力，包括伫特殊的状况之下，会当无所锁定就会当去搜索，要扣押会当没收可疑的财产，而且香港政府嘛有权对外要求提供甲香港有关系资料，若无爱提供，会向罚钱，也是向判刑。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部10位成员，包括主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有北京政府指派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中联办主任陆惠玲，拢伫这张相片内。除了举行第一遍会议了，港府暗时8点半发新闻稿讲，港版国安法实施细节自初7号早0点生效。内面列出国安警察的7大权力，包括特殊情形下会当伫无搜索令情形下搜证，也让冻结没收可疑财产。警务处长会当伫咧合理的怀疑下，依度危害国家安全的电子信息等等，大幅度限缩港人的人身甲通信的自由。其中第5项规定，港府会当向外国家台湾政治性组织甲伊的代理人要求提供涉港活动的资料，无按照要求会当判10万港币，差不多台币38万，加监禁6个月。因为即马伫香港，包括香港独立、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一寡口号标语，拢可能犯法被逮捕，所以真侪民众表达抗议的方式，改做夜白纸。虽然抗议人无多，警察虽然关心有封锁线超示威者随身的物件。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莫克认为国安法侵害人民的自由是一个悲剧。Us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 erode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coercion and self-censorship is a tragedy for Hong Kong. 去年6月1包围警总事件，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甲成员周庭等人吹他出庭，周庭承认2项罪名，因讲黄之锋对相关指控唔認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成為咗禁語，我哋都唔知道北京嘅紅線或者港府嘅定義會點樣去搬龍門。未來會唔會連5大訴求缺一不可都係不能夠再喺街上面嗌出嚟，甚至連香港人加油都會被定義為港獨嘅延伸，一切都係難以預計。進前騎奧多麥弄警察的23歲男子是第一件涉及違反港版國安法的被告，除了由港警介護坐輪椅出庭，法官最後裁示孤暫保釋的申請還押。解放軍駐港部隊出來發宣傳底片，恐嚇的意味正高。港版國安法生效，香港警務處長鄧炳強認為，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已經有嚇驚的效果，也警告港獨主張真危險，叫大家莫使用暴力。記者綜合報道。鏡頭轉來，咱來關心海軍司令部昨昏開記者會，針對進前海軍陸戰隊操演的時發生樹林船冰船的意外，發表調查結果，表示講，當時海面上熊熊出大影，即海船變過去，也毋過嘛無排除是訓練無夠，也是機械故障。兩個官兵死亡的原因，初步認定攏是去砸掉。海軍陸戰隊初三進行聯合聯入作戰操演，發生樹林船冰船官兵摔落的意外，目前已經造成2個人死亡。那是海軍司令部根據初步的調查結果，初六召開記者會，判斷冰船的原因是海上的變化上大的環境因素，排除是人為訓練無夠甲機械故障，才會造成意外發生。操演地區海象是符合突擊艇海象操作的標準。8點40分。左营海域超远地区海象逐渐增强。8点48分的时候，2号艇、6号突击艇因为受到后方涌浪的推挤，导致翻覆。海軍司令部指出，出海進前海上能夠佇咧安全的範圍以內，所以照計劃出動8隻突擊艇，實施向滑突擊定力的訓練科目。想袂到佇咧早起8點48分的時陣，樹林船佇咧離岸邊超160公尺的所在，風速向上變緊，一捆頭海影傷大，造成2隻樹林船在後壁向頭前意外冰船，14個人摔入海底，其中11個人家己收倒去岸邊，若是剩落來3個人，包括上士陳志賢甲中士阿馬樂。早起9點10分，佇咧離岸邊20公尺的所在去互發現。初步是到11點30才互救開。的因素，我想這個應該是排除了它被外力撞擊的一個可能性跟可行性，它是應該是
下去的那一刹那，他可能呛水，可能是呛水，他没有被外力或者什么击中，头部应该是没有这个状况。若是意外发生的所在，水干那150公分深，而且救生衫甲气管拢正常运作的状况之下，是安怎3个官兵无法度自救？海军司令部回应讲，可能是摔落去了，熊熊砸水，地势起波浸水，脑部欠上述分气，而且官兵有穿救生衫，佮加上海泳会无法度徛。如果你是做生意做动的状况下，加上你是有浮力的那个防弹抗板。你真的要在那个时间，你如果穿这样，你去海边站起来，你基本上你可能是站不起来。若是汉光演习的联合登陆作战操演，海军司令部表示，也是会照计划照常来进行。毋过其中突击艇的项目会暂时取消，等待重新检讨完成评估了，再过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伫台北旧城北门边仔的铁道部园区，今仔日要正式对外开放。有100年历史的铁道部是台北城的历史发展的分者，嘛是代替的旧办公室。拍头阵的展览是展出日本时代的台湾博览会，甲铁道旅馆，要看咱台湾替台湾起点。来看《苹果日报》，台塑的创办人王永庆的大汉后生王文雄，发现伫海外有公司，这公司手头有台塑价值2亿美金的股票，而且钱是王永庆过身了后才转出去的，所以王文雄全控告伊的这位阿兄王文婉等7个人涉嫌侵占违散罪，也毋过台北地检署昨昏做出无起诉处分。来看《自由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讲，中国7天前就已经伫咧芬兰一位爬远的探坑发现甲武汉肺炎病毒有96%相像的病毒，嘛甲这个病毒炸转去武汉的实验室。武汉肺炎的病毒源头是对实验室内的，这个讲法即马又再搁互提起。进行3倍券注文的人已经要活800万人啊！根据经济部到昨10点的统计，已经有787万人注文好势啊，选抓本的人占8成以上。即马为着要鼓励民众会当绑数位的方式，经济部嘛推出，若是绑数位的电子支付，民众就当去抽电动奥特曼 GoGo。进行3倍券抓本券伫大批警力介护进行运送作业。8月早起11点，头一批3倍券正式送到宜兰邮局。那我们第一在宜兰，我们宜兰一共有172600份，那只是大概5亿1000多万，在15号来发放。3倍券今日邮局提早准备，运送车下道继续路南前往华东地区。花莲将送到的3倍券大约4亿9260块，台东也有4亿8600块。另外其他县市将伫近期配发。因为抓本券的数量超过预期真济，法务部长蔡清祥也特别前往桃园女子公家慰问收奖人3倍券分赠作业。本来就集中在大礼堂，所以安全的借户也可以放心。为了提升所谓白丁指数，经济部也特别增加优惠，只要完成3倍券所谓白丁，就有机会抽到GoGo。金库的绑定的贵宾，我们这个数位呢，反而可以一直预约，好，甚至到7月15之后都还可以持续绑定。今天有抽 GoGo， 应该会有帮助啦。也毋过，多数民众认为得奖的几率无悬，加上部分所谓白丁，限价优惠根本就抢袂到，不如选抓本券，使用上简单方便，优惠也袂少。台新2万名内是会回馈10%，我一进去，它伺服器就爆了，就进不去，来不及抢到那名额。公馆商圈的可能到1比1.5，或是甚至0.2都有机会，这样拿资本也 OK 这样。另外，其他部会首长、交通部长林佳龙选择邮局直接领，文化部长李永德较爱所谓白丁，强调一机在手，直接使用，唔免排队领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伫中南部早起有地渐雨，咱来看分图。今日早起伫中南部有地渐雨，若伫其他所在甲外岛，拢是侪云到好天。过昼了后，伫大台北甲东半部各地山区会有西北风，嘛爱细日熊熊上大雨但雷公。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3度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东半部、南投的山区，拢有36度以上的高温。若昨昏伫台东的金轮，高温有38度半，所以乡亲出门在外爱加啉水，才袂着雪。
镜头来日本，日本九州这几天伫透地落大水雨，嘛造成27个人死亡。另外，伫龙岩岛一天落的雨就超过1个月雨量。鹿儿岛关以早期真有名的观光景点，占卜水墙，水是流甲真紧，而且水位嘛，伫要甲12公尺悬的水墙同款。这个所在初5到初624小时以来降287.5毫米的雨，甲去年10月份的画面对比起来，原本互做东河尼加拉水墙的景致完全看不出来。因为黄酸雨的方面滞留，九州南部鹿儿岛关甲宫崎关，初6半暝开始，就小连续来上大雨。鹿儿岛的鹿湖区半暝出现1点钟109.5毫米的雨，创历史的纪录。排水坑变做一个倒灌的小水泉，24小时的累积雨量是要到457毫米。真侪民众发出厝淹水的救命信息。鹿儿岛关真侪地区一天以来，各降超过平常时7月份几个月的雨量。若是伫咧宫崎县的串间市，初6半暝嘛出现破纪录的1点钟的雨量120毫米。当地本城穿越报花是淹水，政府发出差不多是最高层级的警戒淹水发生警报，呼吁民众注意安全。这波强烈的黄酸雨方面，初时开始先对新本县造成9条河川淹水，历史几10个人死亡还是失踪。初6当地的雨是有较少，毋过土石流等等的灾害危险性也是真悬。灾害过了后，世界密密麻麻，真侪民众接到特例的通知了后，前往避难所。政府是加强消毒甲安全距离，预防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跌拖。中央是派警消自卫队等等4万的卡手前往救助，以救命为優先。九州付近では前線がだんだん北に上がりまして、対馬海峡付近に明日にかけて停滞すると。气象单位预测，九州四国地区到初7也是有可能有部分出现大水雨。毋过对方面向北边去，九州的长崎、佐贺、福冈3个县是发布第5级最高层级的大雨特别警报。经过大规模的灾害特别瓦近，要采取保护家己性命的最佳行动方案。初8拜3开始，后面会停留伫咧本州地区，预计出现大规模的落雨，而且1点钟的雨量可以超过80毫米的大水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即马也在增加。即马确定病例，全世界已经超过1162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咱台湾共款1,449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200多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00万例，巴西超过162万例，印度是要挖70万例，那俄罗斯是68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8万例，西班牙有298000例，伫意大利有24万例。7月初4是美国的国庆，也毋过今年有真侪城市拢经取消放烟火，要避免群聚感染。毋过7月初1到初5，5天的时间尔，美国的确定病例就加255000例。另外，即马有32个国家，239个专家，即马是警告讲，武汉肺炎的病毒有在着伫空气内底活咧，所以喘气就有可能去活着，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爱改防疫规定。根据美国各地通报的数字，毋若确定感染新冠病毒累积的人数继续伫咧升悬，就算扣除已经复原出院或者是不幸来往生的患者，伫咧治疗当中的患者总人数嘛同款伫咧升悬。确诊人数上侪纽约州，为过一日新增加病例趋势的度来看，已经连续个月保持真低的水准。路透社的报道表示，包括目前累积确诊病例第2名到第4名的加州、德州甲佛州，另外也有伫咧落基山区的亚利桑那州。这个所在拢伫咧7月份的头5天，确诊的病例雄日头增加。比如讲，佛州伫咧7月初4，美国的国庆日迄天，新增加确诊的病例就超过11400个人，比加州过一日上悬的记录7月初2 9300个人还佫较侪。另外，德州州政府虽然规定讲伫咧公共场合爱强制挂喙罨，毋过7月份的头5天，新增加确诊的人数也是有33600多人，其中佫以7月初1 8200多人上侪。针对各国各地方政府推动封城、社交距离等等的防疫措施，疫情敢若无较长好的现象。有以32个国家内的239个专家，按算伫咧后礼拜，伫咧专业的期刊刊因研究的结论。外国媒体引用这个专家的讲法指出，无论是带原者拍卡唱，或者是单纯喘气所造出来的细粒烂手，伫咧室内可能随时浮伫咧空气当中。
任何个人入去室内喘气的时阵，若触到这个带病毒的烂手，就会去互划着。专家伫咧刊文章进前，联名写公开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要求 WHO 修改防疫的建议事项。不过 WHO 认为讲，病毒附伫咧烂手顶悬，由空气来传播，虽然有其他的可能性，不过欠具体的事情会当证明专家的讲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印度的疫情伫土地牙悬，印度的卫生部是公布，印度的总感染人数已经要逾70万人，死亡人数嘛要逾2万人，已经成做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第3严重的国家，冠过俄罗斯。印度各主要的城市疫情严重恶化，新德里甲孟买拢有10万个病例。新德里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有3000人，孟买是要5000人。为着因应新增加的新冠病毒患者，新德里设立一个新的临时专责病院，有1万个病床。其他的城市是强化行动的限制。有批评的声音讲，印度的检测量伤少，地区根本就无法度判断疫情真实的面貌。डर बहुत है लेकिन बाहर भी निकलना पड़ रहा है मजबूरी में तो अब डर तो है ही दुनिया को जान का डर है सबको डर है लेकिन काम भी जरूरी。新德里上大治疗新冠肺炎的病院，为着要让患者会当安心接受治疗，设立视讯通话设施，患者会当透过 iPad、甲手机啊，甲来探病的亲人做视讯。不过，互外界感觉雾煞煞的是，家属敢袂当伫咧厝里，都爱亲身去甲病院才会当做视讯。互探病的亲人走去病院，敢袂增加因感染的风险。And most of the times, relatives are not aware how is the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 We are not able to explain it to them also. So it's better to see them with their own eyes. 印度文化部下底所有观光的古迹，原本按算伫咧初6重新搁开放，为3月17关起来到搭的泰姬玛哈陵嘛伫咧名单内底。不过过去这4天，泰姬玛哈陵北边的阿格拉新增加55个新冠病例，而且有71个区域封列做控制区。为着安全，阿格拉政府初5宣布取消泰姬玛哈陵甲境内所有景点重新启动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英国甲法国这2个国家，即马嘛传出要对美国的卡布扩大限制英国内电信业者用华为的设备。中国外交部知影这项消息了后，派出几名的官员回应。中国驻英国的大使嘛放调讲，英国若准甲封杀华为，甲中国做对头，安尼后果家己负责。中国电信业者华为长期以来和欧美批评有国安风险。伫美国5个新冠制裁禁止使用美国技术的晶片出口予华为，英国政府重新评估华为风险了，强征政府准备今年全面换掉华为的5G 设备。Very, very determined to get broadband into every part of this country, reaching out across the whole of the UK, and we're convinced that we can do that. And I'm also determined that the UK should not be in any way vulnerable to high-risk state vendors. So we'll have. 英国第1个才决定有限度开放华为参加5G 建设，不过英国媒体报道，官员拍算提案，6个月内禁止电信业者安装新的华为设备，已经使用的是伫今年2度。法国资讯安全部门伫初5也讲，会限制使用华为，已经用华为的电信业者有3年到8年的授权，也未使用的是希望卖使用。法国政府曾多次公开表示，在5G 问题上不会针对特定国家或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更不会排除华为。希望法方能够秉持客观公正态度。中国外交部催人派官员轮流向法国发挥爱尊重市场规律。中国驻英国大使也无客气地讲，英国要甲中国敌对，后果家己负担。If we make China an enemy, China will become an enemy. So we want to be your friend. We want to be your partner. But if you want to make China a hostile country, you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 罗晓平讲，英国使用华为是中英合作上好的范例。华为相关国际媒体输出的高层是伫社群媒体，考试英国的政策由华府决定，美国应该尊重英国选择电信战略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是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5岁生日，伊透过视讯向台湾的信徒讲经，嘛讲伊希望会使过来咱台湾访问。咱外交部表示欢迎，不过咱政府嘛讲，目前无收到任何的申请。
庆祝西藏真正领袖达赖喇嘛85岁生日，1300多位信徒礼拜伫咧国父纪念馆办和平祈福音乐会。伫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也用视讯甲大家见面，伊鼓励大家加想一寡对别人好的代志，心灵会较开阔。若是只敢想着家己，内心会愈来愈空虚。伊希望会当排除政治的因素，搁再来台湾。达赖捌伫1997、2009甲2009，也就是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甲马英九任内3遍来台湾，告诉嘛已经让11年啊，抑阁无来台湾过。达赖伫生日这天也第一遍推出内在世界上经音乐专辑，内容有11个曲目，包括人性、勇气、疗愈加儿童的主题，由纽西兰音乐家杰尼拉顾宁制作，开5年才完成。顾宁讲，当初有这个想法时阵，就是讲爱开一段时间说服达赖，无想到讲伊随答应。I think I can say the very purpose of my life to serve as much as I can. He said music can help people in a way that he can't, and his whole purpose is to help people. So it was a perfect marriage for him, with music. 顾宁讲，伫制作过程，达赖可以完全自由的创作空间，对最后的作品也真满意。已经85岁达赖，去年4月不因为胸腔疼大医，大家对伊的健康真关心。不过去年11月，伊伫咧西藏宗教领袖会议的时阵讲，家己抑阁真健康，怎么讲转世抑阁上早。不过真侪流亡印度的藏人担心，达赖若无伫咧西藏寻求驻地的希望，恐惊也规个火花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抑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去看世界。巴西武汉肺炎疫情是全世界第2严重的。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传出马基洪话着，体检的结果今仔日会对外公布。美国加州洛杉矶的郊区8日时发生火烧，因为天气烧热佮打扫，加上地形的关系，火已经炭烧800英亩，等于是323公顷，而且有可能会搁再炭开。来看香港办理国安法，即马要求社群平台爱提交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也毋过 Google、Facebook、Twitter 加 Telegram 暂时拢点，并无做出回应。来关心香港办理国安法实施了后，中国嘅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佮对外发表宣传的影片，电军力袂输要共吓惊。因为国安法实施了后，香港的言论自由即马受到限制，香港人真是继续用无声的抗议来回应。另外，香港的民主派是要拼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希望会当拼过半。用来一弹，随便弹出手榴弹路段区，一时水喷起来，对大雨中拍伫拢乖乖草皮射击。强调部队有实打实斗的能力，解放军驻港部队册立，佮发布宣传底片，吓惊意思十足。甲摆国安法生效，香港警务处成立国家安全处处长梁炳强认为，甲摆国安法伫香港已经发挥正经的力量。曾经表示，能够和犯罪的年轻人一起被捕，感到骄傲的人。现在告诉你，港独主张很危险，现在叫你不要使用暴力，更表示要推出社运。国安法上路，港府已经宣布，包括香港独立、讲好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也是标语，拢可能触发批评。未少民众表达抗议方式变成野白纸。车内的抗议人数无济，也引起港警关切，也尤其封锁线搜查嫌疑者。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莫克对国安法侵害人民自由无认同。Us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 erode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coercion and self-censorship is a tragedy for Hong Kong. 在国安法压力的气氛之下，泛民派拼9月立法会选举出伫过半席次。1礼拜6举行初选，负责统筹协调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陈耀典呼吁爱踊跃投票。独立参选的前香港政治秘書長吳志峰也大力吹票。喺初選嘅投票日，我個人會唔會已經係被送中？但無論如何，我懇請各位九龍東嘅選民係可以繼續係參與初選投票。咁但係我自己都好希望咧，市民咧就唔好被恐懼咧，係令到大家乜嘢都唔敢去做。
黄之锋甲周庭等人也因为6日以包围警政事件伫车内出庭应讯，周庭当庭认罪，黄之锋否认全部的罪。另外，进前骑机车冲撞港警的23岁男子是头一件涉及违反《港版国安法》的被告。车内伫港警介护坐轮椅出庭应讯，法官最后裁示拒绝保释申请，并且还押。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团初三时，徛伫立法院门口要抗议监察院长被提名人单局，结果互台湾基进的立委陈柏惟甲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讲，这阵人内底有来路不明的人，这是引起国民党团的不满。招立委的助理，大家做伙穿乌衫，即马要求陈柏惟甲王定宇爱回实的。超过100外的国民党团国会助理穿乌衫，早起伫咧立法院议场头前抗议，甲手lin的助理证掠互官员表达因的不满。因为台湾基进党陈柏惟初三伫咧人面册铺国民党抗议的相片，讲着拿赢找穿乌衫的人去立法院的外口，要反对监察院院长提名人单局。也若王定宇嘛放真侪张相片，讲国民党找真侪来路不明的人士去立法院乱。不过因讲的穿乌衫的人，其实全部拢是拿赢立委的助理。我们不是酒店卫士，我们也不是黑衣人。今天穿着的黑色衣服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抗议。然后呢，我们希望说2位委员不要再抹黑，你们用你们的网络声量抹黑助理，用以大欺小的方式，我们深深以为不耻。而且躲在键盘后面来抹黑人，坦白讲，在我来看，是一个操俗啊！国民党团要求陈柏惟甲王定宇一家人爱随回实的，嘛批评因讲是大汉的欺负细汉的，敢若假币伫咧电脑甲键盘的后壁，利用因家己网络的声量作恶霸凌。也若王定宇嘛针对这点来反击。现在还敢站出来，用助理站到第一线，这些国民党团的助理越这样表现，只越凸显一件事情：中国国民党的立委实在是用功又没有战力，只是把助理推上第一线的无能惯老板。王定宇强调讲，无论是伫咧议事厅，或者是立法院内底，便若是有议事攻防、协商，或者是激烈的冲突，拢应该是由委员甲委员之间来处理，助理并无权力来介入。认为国民党带领助理来主动，毋若是无适当，嘛违反国会运作的原则。也若陈柏惟伫咧人面册回应讲，国民党派100外人出来抗议，结果煞捂毋着重点，敢若化工霸凌。伊强调讲，任何的委员拢无应该找任何的人来包围国会，嘛批评讲，这场抗议的活动根本就是一出漚气。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镜头来去澎湖。澎湖的花火节昨暗举行。今年县政府专工甲迪士尼合作，伫澎湖的天顶放出电影角色的烟火，吸引侪人去看。咱即马嘛赶紧来去。伫音乐声中，港铁人的导型自烟火内面出现。台湾疫情解禁后第一场大型活动，2020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甲迪士尼合作，用300台无人机摆出威猛的各种组队。觉得今年好像多那个主题，就是会让人更加想要过去看的。就不能出国啊，想要伪出国，对吧？一起出来玩，因为很久没有出来了。解禁嘛袂当出国，真侪人是去离岛耍。澎湖县长赖宏伟估计，虽然暗有28000位游客最近来看烟火。第18年的花火节，去年游客数是42万人次，今年希望能够再超过。非常欢迎我们所有台湾的乡亲以及外国的朋友，那么大家齐聚一堂，来到地球的一个角落，看澎湖啊不同的天空。关谷也请这么上镜的歌手上台献唱，也有一座情人上主舞台求婚，留下一世人的回忆。我愿意。受疫情影响，花火节延到7月初2才开始，会一直到9月初3。另外，离岛包括吉贝、七美加茂安，要21场烟火秀。还我钱！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北市长郭文铁昨昏做交通汇报的时，伊讲有人利用一个月1280块坐趟海的月票直坐超过1万块，哪有可能这么多？所以伊怀疑讲这是咧做生意，是利用坐运咧送货，所以要求交通局要针对坐超过3000块的人去做调查。
双北市推出1280块食到饱的方案的月票，30天以内会当无限制搭公车或者是捷运。不过，所有人使用超过1万块，互台北市长高文哲是真好奇。还佫质疑讲，敢是利用捷运伫咧做生意？伫咧初6个交通汇报顶悬，要求交通局调查伊坐车的路线，尤其是坐超过3000块以上的民众。他会做到1万多块，我突然讲，我才知道那个是谁。应该是有人利用捷运在做快递，应该是。这个状况并没有说是一个持续性的情形。每个月如果搭乘到3000块以上，大概占整体来讲，使用定期票大概1%到2%左右。交通局强调讲，这1万块的是个案，月票平均一个人差不多是用1600块，是讲要查用量较侪的民众，因坐过的路线，和哪里的市议员批评讲，高文哲伤过当生。政府愿意去精进跟改善这个政策是好事，但是千万不要搞错方向。感觉说柯文哲这个政策是开了饭店怕人家吃，感觉起来你是小家子气啦，小里小气的。高文哲认为讲，市议会当初有规定1280块食到饱月票的政策，7办2年了后爱检讨。伊认为这个政策要算成功，不过高文哲对中央的3倍券嘛有真侪意见，伊批评进行券无啥物效果。你要1000块换3000块，当然我很高兴啊。说这样嘛，这个政策有没有哪一个有头有脸的经济学家出来替他背书，说这个对振兴经济是有用的？你去找一个学术界的大佬来讲啊。虽然主办3倍券的人已经超过500万人，不过高文哲是以强心剂来形容，甲强心剂透报100倍，用5个半月的时间慢慢仔治，甲强心剂一针注落的效果无同款。伊认为讲，落尾会变做硬性消费，并无刺激商业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已经完工啊！台中市长卢秀燕昨透早亲身去巡视，嘛宣布后个月要会勘，要拼年底会当通车。今日要车手台中市长卢秀燕透过对工机甲工作人员讲话。绿线能够顺利的完工通车，市民朋友交通大发达。台中市议会甲市府官员初6早起去北屯捷运机场视察台中捷运完工了后的状况，相关的机电甲轨道的运作拢做过完整的测试。台中市长卢秀燕正式对外宣布，后个月底进行初步勘查，若是一切顺利，年底会当通车。我们的起跳价是20块钱，那每2公里再加5块钱，我们会组成机电、土建、营运等等的团队准备好这个出勘的这个作业台中捷运绿线到北屯总站到高铁台中站，总共有18站。若是民众想要到乌日高铁到文心森林公园，票价是25块。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有比其他的县市的捷运更较少一寡。交通运输专家是提醒，伫咧通车营运进前，要甲接驳的路网规划做好，就算营运初期会当达到一天4万人次的运量。不过一条路线运量较少会了钱。起点要到终点的话，可能要透过一些复合运输的转运跟接驳，这个捷运的运量大概预估会有多少？然后呢，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票价结构的话，基本上如果在运量比较低的情况下，我相信一定是入不敷出的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看看我们可以撑多少时间，然后慢慢的把运量养成。台中捷运绿线到民国98年10月份开始动工，预计109年年底通车。专家提醒，伫咧欢喜迎接要通车的时阵，唔知影台中捷运敢会头啊兴背啊冷冷，到时阵才是台中市政府挑战的开始。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送头，镜头来屏东，屏东的德才乡茶器的车头有100年的历史，原本是委托外口人伫经营，也毋过即马乡公所要收转来家己管。乡公所是按算要先翻修，甲车头转型做铁道文物的展示空间，要互大家看到即个车头的水。看出来，即座用茶器的旧车头保存了真好。其实屏东的德产驛站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最近准备要甲翻新，互老建筑会使和铁道文化结合，车人来这耍，用文化来带动观光。为什么除了老车站给人家感觉跟铁路有关系，其他的部分却看不到跟铁路有什么其他的相关？所以因此我们在思考说，我们会有结合所谓铁道文化这个部分，把它纳入到我们整个园区里面。再去做一个规划。原底德产驛站是委外经营，即阵乡公所家己收转来做。头先唔但爱改造规个建筑，阁爱征收涂骹和壁，而且因阁特别请代替斗3工，提供一寡和铁路相关的文物，
通电视给大家看。这边准备给文管所呢来做一个考量，那让他来这边设计好之后，再把竹田驿站变成我们竹田乡最大的一个经济产业的一个中心。除了甲旧车头翻新，乡公所也拍拼培训导览的人才，用心规划德产小旅行的体验游程。唔单单是要吸引游客来佚佗，更较希望德产驿站会当呈现出无同款的形态，重现100年车头的风华。记者综合报道。那南投德山的延靖社区，因为地理环境好，适合种茶。过去遮的人，侪人拢是靠挽茶在度三顿。社区发展协会要照顾时代，即马教时代用塑胶杆仔做乐器，帮阿公阿嬷熟悉的挽茶歌来拍皮仔，振动身体，保持健康。对挽茶歌拍节奏，拿叮当，阿公阿嬷坐几排，想起过去一个南投德山镇挽茶做事种种的记忆。小姐，你挽茶，你一客呀做几个？伊就讲咱这咧无算100块2个，迄就是开玩笑的就对啦。一人一部分就会当拍一条挽茶歌起来。欢喜，真快乐。德山镇延靖社区的长辈花头喜面，有人讲滚啊，有人切豆啊，对音乐摇摇摆摆，手里起拢是家己做的环保乐器。社区发展协会老师也讲出设计这项音乐活动的用意。音乐课不是一般既定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是一种全人格的教学观念，一面打一面唱歌，然后心情就很快乐。还有我们的预防延缓失能失智都是很好的课程。阿公阿嬷用过伫咧茶园无闲度三顿，即马退休啊，大家齐做伙伫咧社区听歌跳舞，希望无烦无恼伫咧德山食甲老。记者综合报道。好，这款动物红讲是活化石，除了伫金门以外，分家南的海域嘛有。早日乡村毛渔民掠到一只5斤的蚝，另外伫家己的布地，即马家己的环保局按算要争取经费，希望起一个蚝的保育馆。透过控制咸度的海水来饲蚝，家己县布地新营国小是家己县目前提供蚝保育教育的学校。家己县环保局向能源局申请太阳能回馈金，要伫咧做蚝保育的新营国小蚝生态保育馆。它的一个效益呢，其实就是可以开放给我们全县甚至全国各地对于这样子后保育有兴趣的学校呢，都能够来了解在后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古生物的一个特性那进而达到我们保育的一个目标。家己县生态环境保育协会长期伫布地沿海做幼鳌护幼的调查，去年阁发现14只幼鳌是台湾本岛4年来再度出现的野生幼鳌。协会就表示，环境的保护甲鳌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很多国家都还不敢把后列入保育类，因为一旦列入使用后学就是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大的困境。这个物种已经快没有了，又没办法去保育它，然后要做人工复育，其实难度也相当高。家己县政府环保局指出，保育馆的预算总共是3000多万，会分3期来建设。这个鳌保育馆完工以后，嘛是台湾本岛内第一个唯一咧做鳌护育的场所，对教育沿海环境甲鳌的生态，拢有当提供更较完整的教育功能。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热天甲秋天，真侪人喜欢去爬山，其中伫玉山的主峰山上界抢市，所以局管处即马是用电脑来抽考啊。毋过今年正月到呾，有1300多人有抽到，所以拢无去。局管处即马嘛拍算甲遮个共放婚照的人，家己做黑名单。登上玉山上顶面看群山，享受高山的景致甲视野，是真侪山友一定会行行程。也互入园申请的名额真热门，也毋过根据玉管处的统计，自今年1月到呾，有1300多名的山友提出申请，却无来。即马用松油条款，可能半年来无法度个申请。无故不入园的时候，那他等于是占掉了这样的一个名额跟机会。局管处表示，因为总量管制甲安全，入山者拢需要上网登记，搁以电脑抽签。
夏秋是登山的大月，命也更较是小济。像丹江也是过暝登玉山，拢会经过白云山庄。大数上限是116人，命也是非常的珍贵。也毋过因为条件不简单，有登山团体对用人海建设扣押压缩其他山友的机会。你有报名，可是你并没有被抽签到的话，那有时候可能会用其他的人员的名额来顶替。有关组表示，就算单讲也爱到白云山庄核准身份，若讲袂当来，上晚爱伫登山前一天伫网络取消。伫台东南海的嘉明梅池，近来爆发游客潮，空勤总队初五伫进行救援任务时，发现伫海拔3110公尺的嘉明梅池，满满拢是人加步棚，也毋过游客伫遮扎营，目前无法可管。没有进行任何的管制，所以每年今年上山的人次，我们目前没有一个正确的数字。台东林管处表示，嘉明梅池位伫嘉明湖西南方的草原岸部，是前往嘉明湖的必经点，也毋过无伫国家步道的范围内。目前总量管制只是针对辖内2座大树的山岳，对无申请入山的登山客无法可管。其他山友烦恼大量人潮对高山生态恐惊会造成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中研院的研究团队伫去年证实讲，大屯山是一粒活火山，1万年来有可能会喷发。所以中央气象局表示讲，已经规划好火山喷发的资讯，嘛有3种灯号，若准真正喷起来，就会发出警示。去年中研院研究团队的研究指出，大屯火山甲龟山岛是活火山，佮讲大屯火山群出现若像动物心跳这款周期性的地动，研判大屯山1万年以来有喷发的可能。就算学界大部分拢认为讲，抑搁伫咧休眠的状态，毋过也是需要关切注意。现在伊嘛已经核定火山灾防计划，由气象局建立火山喷发的预警警戒。因为召集人是中央气象局的局长，活动的异常现象也更激烈的话，我们就会直接召开这个火山专家咨询会议，改为红色的，也就是2级的这个火山的灯号。气象局地动气部中心表示，目前已经规划青、黄、红3级警示，其中青灯的状态表示状况正常，黄灯是一级注意，表示观测数值出现无正常，红灯是2级警戒，表示讲火山的数值明显无正常，评估有喷发的可能性，也是讲已经有喷发的现象。若是出现黄灯、红灯，得透过细胞地信来向全国发布警讯。火山的喷发它是绝对是可以预测的，甚至3个月前，有的还可以在半年前，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它的迹象。地动气部中心表示，大屯火山的活动多家，爱民众唔免惊吓，但是无代表讲绝对无喷发的可能。目前已经有设登记观测单位，包括地调所，还有科技部辖下的大屯火山观测站，还有气象局拢会监测火山活动的相关数值。若是有无正常，火山专家咨询小组得提早发布电号来警示，赶紧疏散，也是撤离，避免伤亡。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沿海最近蛤蟆死真多，根据农业处调查，是因为前一阵啊黄酸雨落伤凶，造成水池仔的盐分透甲保起，日头出到地，水一全恶挂，蛤蟆才会破病死了了。饲蛤蟆的人员，甲遮已经会当收成的蛤蟆做筛选甲分级。不过详细看，虽有真侪蛤蟆是空壳。当地养殖户表示，受到前一阵猛增雨季的影响，用海水饲的蛤蟆，互大量的雨水灌入去，水质熊熊改变，出现真侪蛤蟆死亡的情形。大概1/3的淡水，你原来的池水变淡就变成差1倍了，所以它突然间变化掉了，所以它也会感到不适。你咱早讲偌多啦，按算了咧100万的，起码全无30万。云林县农业处表示，县内饲蛤蟆的面积有3000公顷，占全国6成。不过受到5月份连续落大雨的影响，造成沿海饲蛤蟆的区啊水质变较正，蛤蟆的免疫力变较歹。最近有养殖户伫咧收成，不过所发现讲损失真大。因为天气比较热，水温有比较提高，所以水的含氧量有降低，再加上前一些日子的豪雨导致我们的水质有些影响，让文蛤的免疫力有降低的状况。那还有一个就是藻弧菌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文蛤有死亡率有达50%。农业处表示，最近这几年蛤蟆伫咧热天大量死亡已经是真数常，会当透过管控养殖的密度，甲避免饲料放了过量来生细菌。
另外，嘛会当透过饲杀目鱼、石斑等等的鱼仔类，甲窟窿内底的螺仔甲草蛇类食掉，才会当对蛤蟆的成长有帮助，来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语文刊榜，咱来看有一阵伫欧洲的台湾人，无受疫情封城的限制，这3个月来，逐礼拜拢伫线顶用视讯的方式做交流，举办空中台语教室。即寡人有人伫英国，有人伫法国，有人伫瑞士，因做伙伫线顶练台语。感觉讲有讲台语的时阵，你较有感觉着家己是一个台湾人。你唯一甲台湾这片土地有连结的一项物。逐礼拜透早，一阵伫欧洲的台湾人，就会透过线顶的视讯来用台语开讲。目的就是互大家拢用台语来开讲就对啊。提供互大家有一个会当讲台语的环境。人伫咧他乡要听到熟悉腔口是无简单，空中台语教室连接伫咧英国、法国、瑞典等等所在的台湾人，提供一个练习听台语、讲台语的环境。是台湾人，毋过我台语讲甲足袂认得，所以我是希望讲有一天使用台语甲人像我讲中文、讲英语、讲法语安尼甲人讲话。欧洲因为疫情锁国封城，等到互各地台湾人逐礼拜来线顶约会已经3个月月啊！伫台湾加入讨论的林建定表示，正佩服因的行动力。出去欧洲，出去甲什么所在，我想要讲，我感觉讲，这真好，爱遮尔认真吼，去招人啊，超时间，这我感觉讲，我若会当参加，尽量想要甲因加讲两句啊。其实，伫即款线顶的台语讨论进程，英国的 Manchester 逐个月捌拢会办语言交换活动，互各国的人做伙来学中文、讲台语。我少年的是来英国。大家好，我是台湾人，但是我的台语无认得。接落来，空中台语教室把规划一系列的线顶课程，突破各个无共时间的障碍，做伙为罗马拼音开始学起，就是要甲台语的基础拍好在。大家把期待疫情过去，会当恢复实体的语言交换活动。记者尤伟珍、林坤明台北报道。希望咱台语会当正常化，公司台语台开台已经满1档嘛1岁啊。是专工伫推出一部台语的纪录片，叫做《这间厝迄个人》，咱嘛做伙来看。几位病人乌骹病的厝，去到还未到远，就听到这病人哀嚎的声音。查某囝豆豆讲出50年代的台南，伊的爸爸王金和医师，逐日拢为着治乌骹病的病人无用试试。红称作乌骹病之父的王金和，是这间厝迄个人其中一位主角。另外，阁有延平地带文学代表作家吴新莹，和台语音乐大师吴振怀。振怀，你对伊姓名可能真清楚。日本时代唯一的台湾籍家长牛道，阁有早期台南重要的生理人柯宗春，以及南台湾重要的画家刘启祥，拢总是这间厝迄个人纪录短片中的主角。透过这一次的机会，透过这个房子，然后我们去看到这些人为台湾做的事情，然后台湾精神，我感觉起来是最好的、真感动的一个代志。台南这个所在对这方面上重视，一寡名人有名的人，其实咱足侪人拢唔捌的，但是大家拢觉得伊这人其实对台湾做有贡献。第一代台长卢东熙强调，这一系列的纪录短片先按台南去行，未来会继续记录和推广。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实，咱拢知影，古长惠寿伫厄瓜多有一只超过100岁的象龟，伊名叫做迪亚哥。因为1960年代象龟强要绝种，迪亚哥互带去厄瓜多的国家公园进行人工的复育，即马已经成功生产800只行行顺顺，食到100岁啊，已经子孙满堂啊，任务嘛完成啊，所以这个月开始要开始享受退休的生活。颔棍仔慢慢存长，甲工作人员手来实物。100外岁象龟阿公迪亚哥由工作人员协助，准备要登去故乡。Ahí nosotros sabemos que gracias a él hemos podido sacar adelante una especie que estaba al borde de la extinción. 这拉巴哥象龟是全世界体型上大的龟，上重有400公斤，会当活200岁。这种龟上特别的所在是为着要食物件，颔棍仔会愈来愈长。
不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证明生物进化论的物种之一。不过，伫1960年代，这种菇强要绝种，上歹时阵只敢若剩15只。为了要保育这种象菇，加拿大国家公园决定用人工复育的计划。Este programa pudo reproducir en cautiverio alrededor de 2.000 descendientes, de los cuales 800 pertenecen a Diego. Que el programa ha sido exitoso y que podemos suspender el programa de reproducción en cautiverio de esta especie. 决定人工繁殖的计划停落了，工作人员准备要和迪亚哥加其他的菇决定登去故乡加拉巴哥群岛。这个岛怎么因为疫情又给袂硬入来？ Y hemos observado algunas cosas interesantes a manera de observación directa, por ejemplo, mayor número de presencias emblemáticas en algunas playas. También hemos identificado que especies de aves marinas, como los piqueros, han hecho nidos en los senderos de visita. 工作人员伫象菇阿公迪亚哥的骨壳顶装追踪器，该送登去加拿大哥群岛的一个无人岛艾斯潘诺拉岛，可以享受退休生活。 记者综合报道。再镜头来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名的红灯区，伫封锁3个半月了后，7月7日开始开门做生意。为了要伫防疫甲趁食两边找到平衡，当地工会甲政府即马有达成共识，要互两边会当兼顾。其中上界重要原则就是唔通面对面。 看榜104公告顶赢拍到，封锁3个半月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较名的红灯区7月7日开始营业。 During the lockdown, a lot of the workers, a lot of sex workers, they run into financial trouble. So we are very happy that we can finally start our job again. 不过，对于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的性工作者，敢无法度。 After the customer leave the room, we're gonna disinfect everything what he may touched, bed, sink. The toilet, if he used the toilet, the doorknobs, everything. 那消毒，人客也讲家己的健康状况。政府虽然无强制性工作者挂水烟，不过建议莫真水，莫伤我人客面。这个措施大部分的性工作者拢赞成。但你要开工的莫娜讲，红灯区本来就正注重卫生，消毒加保护工作对因来讲拢无困难。伊就家己传水烟、手笼，人客若是出现艺术症状，也会拒绝服务。 Ik heb geen recht op ziektewet als ik ziek word. Dus op het moment dat er iemand in mijn halletje staat en die staat enorm te kuchen of te niezen, dan zeg ik liever kan je op een andere keer terugkomen, want hier heb ik ook geen zin in. Want dat betekent voor mij ook als ik een week uit de running lig, heb ik een week geen geld. 希望开放的也个人客。另外一位性工作者讲，政府宣布开放了，有约的电话就无停过，不过也未伤过乐观，因为红灯区主要人客是观光客。 伫旅游景点全面改路程，也是有一段艰苦的日子。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伫意大利的北部阿尔卑斯山区的冰河应该是白色的冰，不过即马却变做粉红色的。有专家是又讲，应该是一种海草致死的。若详细原因，即马正在研究。 这是意大利北部瓦瑞斯边界阿尔卑斯山区真有名的观光胜地加维亚隘口。因为规年冬天拢有雪，是袂少登山客介意爬山的所在。不过最近在地人发现讲，原本应该是白色的雪，竟然出现粉红色。专家讲，这是因为冰草雪所造成的，伊本身并无败害，不过造成的环境效应是咱爱提防的。 L'alga non è pericolosa, l'alga è un fenomeno naturale che si sviluppa durante i mesi estivi e primaverili alle medie latitudini ma anche ai poli. 冰草雪会当分做生伫海面，抑佫生伫陆面的。海冰草雪会出现伫咧极地海面，伫咧水1000米到4000米深的所在，提供重要的基础营养，是海底食物链的来源之一。若陆地冰草雪是会伫咧长期结冰的冰河地区，会伫冰的表面出现粉红色色水的变化，也就是人讲西瓜雪的现象。 这对冰河的环境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代志。 Tutto quello che scurisce la neve ne provoca la fusione perché ne accelera l'assorbimento di radiazione. 为了阻挡日头的辐射，顶个月就有工作人员伫咧雪顶悬铺真大片的防水布棚，希望会当降低雪扬起的量甲速度。不过专家更较好奇的是，即届发现的陆地冰草雪，甲格陵兰的海冰草雪真相像。 因为两个所在是隔几啊千公里远，而且格陵兰的海冰草雪是生伫咧1000米至4000米深的海面，伊是安怎搬山过岭，去到海拔2600多公尺的意大利北部山区，是专家真想要了解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同款是高温小热，尤其伫湘北也有台东，拢有36度以上的高温。过到了后，伫大台北东半部也有各地山区有西北风，嘛爱细日向上大雨等雷公。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外岛是27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新历的7月天气真热，现主时这季已经来到小暑。小暑汉字写作小暑，罗马字写作思要笑、思勿暑，笑甲暑拢是第2条。俗语讲小暑过，一日热3分，意思就是小暑过了后，日时会变短。不过天气煞一天比一天搁较热，日头赤莹莹，千万唔通伫外口晒日。地汤爱淋雨热，较袂去热着，也是着沙。天气热就会想要食冰，饲仔较接看到的有鳄鱼冰，台南讲是鸡鸭冰，还佫有田草冰、粉圆冰等等。人讲6月热，田草水美台目，就是咧讲这2项是热天体凉上赞的食物。小暑嘛是山影当咧大出的时，爱食山影冰的人会使趁即马好好啊享受。食冰凉凉真爽快，不过有时身体嘛会袂堪入。人讲食冰过气经，破病找医生。虽然讲食冰足爽，身体嘛是爱顾。因为热天时啊，大家拢爱食冰。伫台湾卖冰就真好趁食。毋只俗语会讲，第一卖冰，第2做医生。意思就是讲卖冰上好趁，过来才是医生。所以细仔我无人客来算命时，就会来卖冰讨趁。有一句甲小暑牵卡的俗语讲：6月初1，一雷地交胎。意思是讲，若小暑迄阵的旧历6月初1，无等雷公，安尼迄当一定会有风台来。这是民间传说的谚语，大家参考就好。溜小暑热着沙，小暑过，一日热3分。6月热，田草水美台目。食冰过气经，破病找医生。6月初1，一雷地交胎。听讲这阵啊，台南白河的莲花开甲水动动。我暗算要来去赏花万年纸，
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